各位新年進步，我係黃永琪。本港受冬季季候風影響，天氣轉冷。天文台發出入冬以嚟第一個寒冷天氣警告。預料聽朝早氣温下降至到12度。入夜後，東岸公園明顯轉涼，唔少人着外套之餘，仲要帶埋帽擋風。天文台喺元旦下晝發出入冬以嚟第一個寒冷天氣警告。天文台話，同冷風相關嘅冬季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，呢區風勢頗大，氣温顯著下跌，天氣變凍。我哋預測聽朝早咧係寒冷，市區最低氣温係12度，新界會再低2-3度。日頭乾燥，最高氣温會去返17度。星期六嘅朝早咧，仍然係會寒冷，而日夜温差係較為大嘅。下周初持續會天晴乾燥，但係朝早嘅天氣仍然係清涼。天文台話，隨住季候風喺下周初稍為緩和，氣温亦都略為回升。預料乾燥嘅季候風補充會喺下周中期持續影響廣東，各區氣温再度下降，普遍晴朗同非常乾燥，日夜温差頗大。社署提醒長者注意保重身體，有需要嘅時候可以致電社署熱線求助，電話係23432255。民政事務總署開放各區共18間臨時避寒中心，俾有需要嘅市民避寒。無線電視記者黃子權報道。